南无阿弥陀佛。师父介绍的这个内容很简单，一看就懂了，很浅显，不是很深奥。但是重点呢，有一个观念很重要，别人认为你是哪种人，认为是你哪种人，这个不要紧哦，把你塑造成一个好像一个形象，你就是属于那种人，笨笨的呆呆的，或是你是一个罪恶的凡夫，把你塑造成这样，这个不要紧。我们要紧的是你到底是哪种人，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了。我们呢要实实在在老老实实我们呢要表里如一，不要外表跟你的背后又是另外一种人，那这样就糟糕了。在世间里面不能欺骗，不能隐瞒，否则的话你一定会惹祸了引来很多没有必要的麻烦。所以别人认为你到底是哪种人，这个并不重要，不要紧的。要紧的是你自己要很承认了解你到底是哪种人，这样子的话很清楚自己，不要违背良心。我们实实在在的做事，那么路就很宽敞，你的贵人就很明显，越走是越光明的，越走是越光明的我们祝福大家，谢谢，南无阿弥陀佛。